各位對奇門遁甲有興趣嘅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好高興同大家介紹一個全新嘅服務——奇門吉格電子日曆訂閱服務。呢個服務特別適合對奇門遁甲有基礎認識嘅朋友，幫助大家更好地掌握未來嘅吉日吉時，佈局催運，提升運勢。奇門遁甲係一門古老而深奧嘅學問，透過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、神助4個方面，可以預測事情嘅發展同結果。但係單單知道預測結果並不足夠，我哋更需要掌握未來嘅吉時吉格，喺適當嘅時間做適當嘅事情，先能夠真正催旺運勢。而奇門吉格電子日曆就係為咗幫助大家做到呢一點而設計嘅。呢個電子日曆提供未來6個月內嘅吉日、吉時、吉局資訊，所有資料都係經過電腦系統精確計算出來，確保準確無誤。你只需要按日按時，根據日曆上嘅提示，佈置相應嘅風水陣，就可以有效催運，提升各方面嘅運勢。無論係事業、財運、健康、感情定係家庭和諧，奇門遁甲都可以幫助你找到最佳嘅時機去佈局。例如，你想提升事業運，可以根據日曆上嘅吉時，幫自己佈置一個旺事業嘅風水陣。如果你想改善感情運，可以喺吉日吉時喺屋企佈置一個催旺桃花嘅風水陣。奇門吉格電子日曆唔單止係一個日曆，更係一個幫你掌握未來、提升運勢嘅工具。只要你對奇門遁甲有基本認識，就可以輕鬆使用呢個日曆，喺適當嘅時間做適當嘅事情，達到事半功倍嘅效果。立即訂閱，掌握未來6個月嘅吉日吉時，佈局催運，提升你嘅運勢。